老三爷固定人大举买飞，万万想不到真公娘娘赶到八步走那北洋杀买飞龙家，他与还来着。他与一道上据理力争，真公娘娘落上，晓得今朝不落上这个事体说服了啥？一方面落上提出个要求，买飞说出宫殿，他与答应。应当娘里走，小奴一道狗子跑，他与答应分。小奴还罢了，王家一没相依，这个小奴留了皇宫里，将来继任皇位。真公啊，真公，你不义呀！假使你以为应当呢，小奴留下来，刚刚养下来个血泡泡。不动看，你努力当亲生的，自家来打，小奴同志只当你养的。代代小人皇帝勾结呢，本来皇帝当你不对，看了小奴面了，皇帝当你感情要好起来着。你努力够子吧，够子吧，皇帝不小奴将来啥人继任皇位，龙该讲。他与答应不落，把比固定人那些，固定人那些，他与应当答应。不是啥个，这个小奴把了皇宫里向该讲，这点明白不了，哪是明白不了？耶，这个小奴哪弄法？啥人来打？你打，你激动的打不动，是你化作心思把了小奴身上。那么小奴还要吃个，你还要特税个。真公娘娘真正要里4个手了皇宫里方面，小奴吃个么子里向放点毒药，小奴不动了，吃下去把它打烂掉。死他之后，你叫皇帝再去养一个，索性养不出来。答应吧，让小奴跑，那娘的身边，娘这人。问题不大，那么等到啥辰光？等到小奴头一眼，小奴头一眼了，我们皇帝们才寻机会去讲出。皇帝晓得自家与自家一个儿子家，接到宫里，小奴头在皇帝的身边呢，真公要想动手来谁不够，是他有。实际上都娘娘的闲话有道理，应当小奴跟美妃一道出宫。他又想不落，想呀，你帮啥人啊你那实际上呢？叫小奴帮真公不可能。那么你记住讲的背有哪个道理？听哪个吧。他与答应，但是固定人冷眼里向还看好了。真公娘娘表面上讲放，实质目露凶光，暗藏杀机。可不是讲，真公啊，真公，你想害人的抬不要抬，今朝后路当来宰他。娘娘千岁，是你张母子也搞出来，释放美妃母子，放的就是好生之德，非你怕不皮。所以娘娘民防恶害，欲必真呀！一句喝不退心，哎呦，我心思不离猜上，俺能承认，当然不能承认。想哀家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怎为虚此？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去什么兵立下必举。王方是全部都正好的，文王四把拿上来，真公娘娘对面下个张保证书蛮难下的，哪下法呢？保证书，保证不怕人下次买飞母子，2月10，吕信玉签名签好，对面都专门打，拿龙法们，因你拿上来着，说着打个水印。要是块弄得像马身份去这个一场，
一心等谁不实际干不了他与吃狗干不勾定人一口没啥问题，一下身不必带下，那么好了，解决了，他与这种然后想得真最的，买飞毛子现在没问题，但是眼睛们是一个人危险，啥人？新妈妈王芳特别强，那皇帝身边本身的王芳自家活路，自家会保护自家，但是成功人哪弄法？成功谁对我的？成功夜里西山个青纱纱模拟，那么呢？今朝我来就而且当来幸福的秘诀，为啥？我成功人当起来了。公寓也请打蓝工，我成功人海得来嘛？成功人啊，本来你来看谁蓝工的？蓝工里向一个陈水英，一个梅无用。陈水英呢上吊戏子，梅无用啊，娘娘好生知德，放里为周妻子。蓝宫里向没人噻，你也不要看着，谁讲啊？到我打来，你看我身边的宫女啊，年纪太轻，但我有代沟话不对起，那个年纪当我差不多，你到我打来，到我打来啥体啊？非要你做啥事体啊？别让我打东，你打东；我打西，你打西，别让我吃不想想。呼新妈妈开心啊，就喊得好心就好吧。新妈妈现在辰光开心，将来会也好，将来好的那行里自家相财相福啥。那这个到有的书里向说着再讲着，成功呢，本来也想欣赏个成功人啊，不能不他大字牌子，心里想郁，心里想闷，要把个出息。他与杀伤的关上一上，妹妹讲，今朝再三个的人啊，爱惜的到我打每年领上领多少10两黄金送上，但是啊，啥人要血流风声，可是不客气，非要光我心狠水辣，致灭巨弱，上不分明。你是看一讲，大家上来下过他语啊，那么他语搞在固定人，来想呀，这个事体不打办的，买飞墨子也能够平安回到山东，那男生了，固定人当一起胸部，包狼身了，来放心，你拍到胸部，大家定心，爸爸，他语大之年，让你回归4年功。老想要固定人呢，小奴大厂里向走一走好，大致买飞3个童儿一道，忙正后宫门跟随了出来。后宫门跟随宫女，哪知他有个意志已经拉登，哎呀天拉得来，啊那回不来，我来着，奉他有意志送襄阳出宫，宫门口的定人，哎呀。本身的固定人民房仆仆，大家带你金融送襄阳，送襄阳，送襄阳，毕恭毕敬送固定人到哪里？固定人上压箱大爷，买飞问那童儿一道，跟那家子个边浪过来，哈拉一个智慧，一定好一件事情。这件家子出门为买飞准备的，买飞上家子。一路到古相府，固定人3个老高先出来接一接，大致里向买飞恢复原状，我这里好好叫调养么眼睛一眨，2个人过去上欧元，买飞恢复的蛮好，小太子生得来白白胖胖，要做起子，老乡要路浪向要用的么子全部都整好，85个人安排好。大买飞去亲一声，梅娘娘，老相爷，
楼头之上催马摆好，这可是要起身了。是。临言之际，本相还有几句话儿在此。哟，老相爷，与人话儿尽过分否？美妃娘娘。是。你娘娘谁要吃家门，谁马临言之际，奴娃定恩年。娘娘你是口心不来，归家吃父母双救你落天冷，娘娘口之下谁是天子？亏待你，毕竟你一日都知家神娘娘宫中你谁人口但不够希望对你是真心，凡是为非与这亲生的儿三公若有无此身，恳求你好好抚养你亲生。皇帝啊，最是个一个娃娃，三公若有七十年，并非三千分担一个分养。大明说江山500余几年来，最是个一个几人人随了那个身边，梅娘娘我晓得个，乃是出身名门，相不千金，结也母子。面子个样么子，有辰光要害杀人的。
那打个小奴走起，屋里向一定要门，小奴落得来个，那有点为难。但是今朝，梅娘娘，我只能强人所难哉。真也。为了王位与神子，为了王家后继神放下身家来养亲生，谁如是死神的黑要被人杀，哪怕是议论纷纷，你当作儿从你的呀报仇王家也没跟，谁赐我定人想你去恳求娘娘来应恩，拜托你了。哟，相爷。
手冲。梅妃把子小奴想呀大力都出来，上路车往山东而去。不是啥事，想呀今朝乃非常英明。这两句闲话，唐诗乃不讲无极。梅妃呀面子，索性啊半路浪向，连自家那个小奴抽脱。回到屋里向哪说呢？私生子太太个想呀，这个两句闲话讲了啦，小奴心明白了。皇帝俺觉得将来到山东去接儿子啊，这个儿子还接得上去。路浪向踏踏平平，一路到山东梅家庄，景美相府，眼睛一眨，太子8岁。讲不讲太子8岁？这个8年当中事体交关，还要计划事体，全本固定人家50万输得了。那当然了，全本固定人话不说在，是啊。那当中皇宫里向出事体，啥个事体？深宫娘娘发敕的，哪位发敕的？呀，小子长不证书呀。平常皇帝不理不睬，你也无所谓。御子长不证书为紧张的，哎呀，阿为的头名啊，固定人不证书不让皇帝看过啥？皇帝见我狠心多少万，哎哟，晓得我眼睛会啪啪的这个，心里想紧张，吃不落，困不着，日脚一上，神功毛病。啥个毛病呢？现在讲起来，精神分裂症，从前叫发敕，是一个人啊，坏事体不儿子，做之坏事体，心神不宁，要生毛病的，这个是报应。真公发敕，皇帝拿皇帝高兴，老子还发敕人啊，要病了病得精神。真公娘娘发敕，没人管理，那是真的皇帝三个头里了不生这个，到处寻女人啊。皇宫里向小事体，食堂上出大事体。固定人搞了回乡，王羽毛让他要受罚。欧密上讲上京大，私通反绑，里应外合，要受罚。皇帝相信上家一家人家全部杀光。上知文到了外头捉拿1、2万，现在上知文到罗素镇到了昆山，吃嘛吃，罗素镇到固定人恩吉妇女。个小姐嘛，贴后日调戏的罗素镇，不能林知文痛当以悔恨在心，马痛官府杀张王，抛尸遗害，龙杀林知文，叫满腹得误。那么引去的固定人去，老乡要固定人去，莫奈何还赶到昆山，巧了，莫奈何晓得上家肯定有望来得欢喜上知文嘛，搭理恩吉父子，想不到北京得到消息，林知文谁是上知文谁是朝廷要为不客气，
皇帝们的出具一本，皇帝相当昏庸，拿固定人3个儿子，各据古代打个天了，派南京察岗吴忠贤各奔到昆山，捉拿固定人一家，满门抄斩。固定人3个心无急事，阿公一眼没准备，哪能法？一封信跨马送到昆山，固定人啊跟人，兄弟啊，蛮好啊！来朝堂上重新检验，根本是讲，我到北京，我来打你兵力，下次机会我肃清激荡。罗守贞也一大气，大字一大嘴，那下得路过楼梯黑龙山，接上山岗，山浪向你马车好谁吃了浪？一个呀，固定人哇，难恨啊！不客气，今朝了山浪。我比难恨，阿哥啊，这个帮有家弄脱你，马青龙马上关上，抬下去开膛破头。那么罗守贞呢？罗守贞是哎呀，昆山有个林子文的浪就里哈，山浪向你个地盘，我个地盘我做主。不晓得马青虎看中罗守贞。你个阿哥马七龙还看中罗守贞，三郎马七龙的势力，马七虎吃饼。侬在马府非常严，啥呀？将来老太爷做皇帝的，老太爷做皇帝，驾崩之后，长子继位，那总归没希望。在我看啊，龙特那阿哥，刚知不到岁，老太爷将来驾崩，乃继承皇位，一举两得。嘿，倒是这个样子一讲了，毛七虎听进去。那么，两小非君子，夫独不相负。反对罗守贞，罗守贞啊，我真的欢喜呢，我爱得呢死特，叫得呢答应我，拿我阿公关在我龙山里，你讲不懂。将来我做皇帝，乃是正宫娘娘，阿答应。罗守贞为子娘里到弟兄后平蛮好，答应了。马七龙进来，拿马七龙关在马府道里向，嚓一加上，拿马七龙索杀，外地放风。刺客上山，大王被刺不得了，捉拿刺客。山浪向落路纷纷，莫奈无够的，拿罗守贞救下山岗。一方面，罗守贞救下山岗，固定人开膛破肚的之前，已经把啥子莫奈无哪里救下来着？眼睛没人定押金上，罗守贞娘里得上子文夫妻相会，一道排队，高高兴兴，想不到还有个娘来着，南京察岗吴忠贤，路浪向是一部排上莫奈无说这个夫妻俩搞不呢啊，搞不呢，来打住我们好生照应，一切有功与我承担。那人家刚好吴忠贤想不落，我来做药饭，我比抗药饭子，只好答应。一方面答应打住夫妻两个罪，莫奈无回过来，再来寻宫廷人，宫廷人寻不到。咦，人呢？请来人去人不大，别去过里大概你自家进京人。大北京旁队皇帝们，上个冤枉了，来帮我3日天啊！我来寻血杀头，寻上血杀头，上个冤枉身体。宫廷人冤枉了，我国家3个儿子放出来，上子文是我抗的，这个3日天过后，血杀头刑罚上，我不能杀，上子文搞不能，让你一道杀。皇帝只好答应。不晓得做实谁虚啊！王宇马上他两家头商量，夜里向要排个队，跑到王宇屋里向，2人狼群要排队了。马上他定关心，哎，王宇啊，血色都安康好，不然莫奈无哪啥不得了，你2家人家性命侪要不吧？王宇先生放心，谁不抗好了？把人家谁哪人不是？哎，我抗个残火相当隐蔽哦，抗了啥残火？嘿，我不能看呐。屏风夹人啪打开拿出来，哎，还可见啊。老实讲，
经常被人家路过该打的，我没是看了该打顶恶人。来是看样子一说，马上打顶去，不爱在吃嘴巴，没事看好，最做饭吧，大家困觉，不晓得木乃屋来上游人，那恶米了，削出块鹅皮，下头一心一心的塞口去，下来啪，拿上血杀头，门朝金地上滚出来，上家有王生情。上次问自定府镇，王人重兵治镇。马上他杀楼梯黑龙山怕兵围剿，一忙当心马切后马夫做了西部杀特。那么王宇呢？王宇再想没杀人的，用尽体了。跟莫内务想想，王宇不杀，把了让我欺负民国。谁讲？我来阿里我去，皇帝答应了。莫内务想，连皇帝们弄不习过。我是王爷，我对了没过干，不客气，我来杀。刚刚啊，我经历实地将一道在过好了，莫内务速加快，过来上，实地将腰里像个刀拔出来，王宇王八蛋，我滚你妈个嘞！嚓！金楼的下头，拿王宇一刀再碎。皇帝呢，为之恶无人心。上个冤枉上京大义军杀头个人，上次问问人，所以爱补偿，请示当王金兵。刚才说，当王金兵上口当昏君，下口当乱人，实质当杀人不抵命。那是讲一讲一种吩咐，大家心里稍微有点安慰哦。皇帝懂好去干。晓得自家错在补偿在，上次问上家安抚好，但是宫廷神行的了，到此当庭，到此分心，神言不尽。皇帝呢，这个8年下来还乐着，然后神到中年配合，神老百姓到中年没晓得，担心将来啥人来保对送终。自家一国之君，不晓得啥人来继承皇位。现在受了乾清宫，一个人眼瞪瞪，眼瞪瞪，尚需斗态。嗨。自从太祖开国，都是自身常用，非非我只会朝夕下空虚，思想起来真不令人伤心哟。嘿，那皇帝么子看，不比王房看了让心里想还难过啊。其实这个几年下来，几次三番想拿梅妃的事体告诉那皇帝，但是不过，假怕讲出来，那皇帝暴跳如雷，怪你帮了这真宫瞒特呢，以至于那个儿子流落民间。但是现在再自家一看，不能并在，再并下去，我良心上想还讲不过去。那么呢，让我慢慢解释上去吧。万岁！您乃一国之君，怎么又在长吁短叹、闷闷不乐呀？神公枉为一国之君，风雨儿郎，哪够几人枉回呀？哎呦，万岁！您3宫6院72妃3000粉黛，难道就没有一位娘娘替您产下一男半女的吗？非要去讲理去。3宫6院72妃，扎扎头皮像蘑菇不开花的呀！王于3宫6院，哪个与我生儿育女呀？哦，没有。那万岁，您想想，宫外边找的女人当中可有啊？李凤去希腊半路浪子，风雨儿女啊。那您想想，偷偷摸摸的女人当中可有啊？哈三我是我皇帝推推摸摸的，休要胡言乱语。万岁，妃
是奴婢胡言乱语，奴婢知道您万岁有儿子，就是您万岁爷自己不知道啊。啥我有儿子噶？也许你在我皇帝养儿子自家不晓得，他给他晓得噶。咁个儿子啥然后啥跟娘人当我养个女，那何为其说？